大家好，歡迎嚟到詭異夜空，想象不思議。本頻道係主持人想同大家分享佢喺香港拍攝到嘅夜空相片或者短片中所發現嘅異常事物。主要內容包括有月球表面嘅不明建構物同埋神秘物件，探索不明嘅飛行物體，夜空中隱藏嘅維度空間，同埋星體發光體嘅異常記錄。每段影片主持會以圖片、短片、構圖、文字同埋旁白嘅方式去解說影像中出現嘅異常事物。注意事項：本頻道所提供嘅影片僅供參考同娛樂用途。頻道主持人係視頻內容嘅版權擁有人，未經許可不可使用本影片內容。本影片係主持人嘅個人觀點或者意見，並無任何科學舉證，亦唔代表任何機構或者組織嘅官方立場。本頻道所有影片嘅拍攝器材都係坊間嘅常見型號。如果要使用專業器材，主持人唔排除同樣嘅討論議題、事物，可能會出現截然不同嘅境況同埋唔同嘅解說。今次嘅討論議題係隱藏嘅維度空間之詭秘紅色鈎爪。今次要同各位觀眾分享嘅專題相頭影片有10頁，而拍攝嘅地點係香港一個頗為熱門嘅消閒同拍攝飛機嘅熱點，嗰個位置就係欣澳石灘。主持當晚亦都係拍友之一，目的係想拍攝夜空星象。但係當主持喺進行後期相片整理嘅時候，先發到有一啲不思議嘅影像，竟然意外咁被拍咗落嚟。影像令人感到撲朔迷離，所以主持將呢啲影像同各位觀眾分享。注意，觀眾喺收睇時需要耐心探索同想像。多謝各位觀眾支持。影片內容可能引起觀眾不安，敬請留意。好，等我哋嚟開始今次嘅專題相片分享。圖一，相信喺圖一呢幅相裏邊，觀眾好容易喺中間位置揾到有3個光點，然後再細心觀察，就會喺呢幅相嘅左同右兩邊揾到另外3個光點，即係話喺圖一裏邊合共有6個光點。圖二，為咗令觀眾更容易去理解主持人對影像嘅解說，主持人將呢6個光點編上號碼，分別為1至6。當然最吸睛嘅光點應該亦係編號6同埋編號5呢2個光點。編號6係疑似星光體，疑似星光體意思即係話可能係星星或者發光體嘅物件，而編號5主持人暫時叫佢做不明發光體。圖3，為咗進一步想了解呢個光點編號5係咩一回事，主持人將夜空嘅背景再度調光，發現到夜空嘅光點由最初嘅6個光點發展到9個光點。圖4，主持人亦都將呢3個新發現嘅光點加上編號，由原本嘅1至6編號變到1至9嘅編號。主持人相信觀眾亦留意到喺呢幅相裏邊，最聚焦嘅光點依舊係光點編號5同光點編號6嘅身上邊，因為佢同其他嘅光點嘅外貌唔同。圖5，為咗進一步了解光點編號5，主持人將相片嘅影像聚焦，集中喺5個光點嘅裏邊，分別係編號4、5、6、8同9嘅光點，希望可以得到一個更清晰嘅影像。圖6，聚焦後嘅影像效果果然比較清晰，光點編號5嘅外貌同其他光點唔同，原因係佢冇明顯嘅發光源，主體係以黑色為主，呈立體形態，前面有一個紅色嘅圓錐體。
圖七，主持人今次將個相片形象純粹聚焦喺光點編號5嗰度，希望觀眾可以能夠更清晰去觀察同分析光點編號5嘅外貌。而主持人亦都希望可以憑佢自己嘅個人經驗同埋認知，嘗試去描述光點編號5嘅外貌。圖八，主持人覺得有3樣嘢係會令佢聯想到光點編號5嘅外貌。第一樣嘢覺得佢似鐵鉤船長嘅鐵鉤手臂，只不過喺鐵臂前邊嘅鐵鉤就改成咗一個紅色嘅圓錐體。第二樣嘢覺得佢似一隻黑色嘅雀仔，踎低咗半邊身，淨係露出咗個頭同埋個紅色嘴，而類似嘅鳥類品種就叫做紅嘴烏鴉。最後一樣嘢覺得佢似一個黑色葫蘆，但係個葫蘆樽口就多咗一個紅色圓錐體嘅物件。圖九，主持人將光點編號5嘅影像再次放大，並且加上備註識別 L1 至3，並且用葫蘆嘅外形做比喻。L1 係指葫蘆腰下邊嘅部位，藍色箭嘴指示嘅位置。L2 係指葫蘆腰上邊嘅部位，綠色箭嘴指示嘅位置。而 L3 就係葫蘆樽口嘅部位，橙色箭嘴指示嘅位置。而呢個樽口就變咗一個類似紅色圓錐體或者鈎爪狀物體所代替。圖10，到底光點編號5係啲咩嚟？主持人覺得呢個光點唔係一個飛行物體，原因係因為佢冇飛行器嘅表徵，亦唔似一個發光體，因為佢冇一個明顯嘅發光源。或者有人會覺得呢個現象係由於雲層或者氣流多變嘅外貌所導致，但主持人嘅意見係有一件不明嘅飛行物體喺疑似星光體嘅上邊被發現，原因可能係由於兩者嘅距離比較貼近，受到發光體嘅光線影響，而令到呢一個不明物體暴露咗出嚟。好，今日分享到呢度為止。多謝各位觀眾收睇同支持，歡迎評論、點讚、分享同免費訂閱本頻道。記住，想像不思議，答案想中尋。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